中東呢個高壓煲終於都係爆咗，就係啱啱過去嗰2日，美伊雙方徹底反晒面，直接上演睇探生死唔服就乾嘅戲碼。全部發帖放超級狠話，華中有一係唔會再吃制，一動武就要令伊朗不復存在。話音剛落，伊朗革命衛隊翻手就係一記重拳，直接動手摧毀咗美軍8處重要基礎設施，態度極之強硬。飛彈對轟，美國警告呢度邊度仲係咩代理人摩擦？呢啲擺明係衝住全面戰爭去嘅。好多人睇到呢度都慌咗，覺得第3次世界大戰馬上就要喺中東開打。可能有人會問，局勢都惡化到呢個地步，美伊係咪真係徹底失控？大家仔細諗下，如果真係要打一場斬草除根嘅滅絕戰，底牌全部攤晒出嚟，邊個會提前喺網絡平台上發個預告，搞到全世界都知？呢單嘢表面睇係真刀真槍硬碰硬，實際上就係一場雙方都揸住計數機，正打細算嘅暴力傷亡。你哋睇美國戰機打擊嘅目標係伊朗嘅飛彈處全設施同沿海內地站點，呢個絕對唔係亂咁炸，一係精準拔除伊朗嘅遠程威懾力同防空對眼，明擺就話俾對方知，我把都已經架咗喺你條頸度。而伊朗摧毀8處美軍基建，呢個分寸拿捏得簡直係教科書級別。點解淨係打基建？因為呢啲叫對等還擊，既令美國痛咗一下，又冇造成大規模嘅美軍人員傷亡，巧妙咁避開咗美國嘅絕對紅線。咁做既俾咗國內憤怒嘅強硬派一個完美交代，又喺上班中東面前立住咗自己做大頭大佬嘅威信。其實邊個開第一槍根本唔重要，重要嘅係呢單嘢標誌住中東嘅地緣洗牌已經進入咗最殘酷嘅極限施壓階段，雙方都喺懸崖邊緣瘋狂試探，都係用最狠嘅姿態掩蓋內心最真實嘅算計。大家都覺得大國博亦係拍下心口就上，其實根本唔係咁回事。喺呢層炮火連天嘅表象之下，收埋計深不見底嘅利益交換。接下來我哋就爬一爬呢層硬核偽裝，睇下佢哋到底喺度演緊咩大戲。我哋先嚟嘛，開呢層洋蔥嘅第一塊，睇下美國呢邊嘅算計。端普話出令，伊朗不復存在，呢番話聽落確實令人背脊發涼。可能有人會問，佢真係打算集結重兵直接推捧對手咩？大家仔細諗下佢嘅底色，佢骨知你係個精明嘅人，心入面嗰本經濟賬算得比邊個都明白。佢非常清楚，如果將美軍重新拖入中東泥潭，每日幾億10幾億美金咁抌落去，呢個絕對會拖垮佢嘅經濟基本盤。所以呢番咬牙切齒嘅狠話，其實主要係講俾2班人聽嘅。第一班係國內嘅選民，佢必須展現出絕對強硬嘅姿態嚟穩固自己嘅支持信。第2班就係中東嘅盟友，呢啲係典型嘅極限施壓策略，先放出最極端嘅聲音，本質上係為後續嘅利益分配拉高談判籌碼。同大家翻譯做大白話就係，我先將翻台嘅架勢擺足晒，一陣間我哋坐低重新傾條件嗰陣，你係咪就要讓多啲嚟俾我先？我哋再嚟咯，開洋蔥嘅第2層，睇下伊朗面臨嘅真實處境。革命衛隊嗰段打掉美軍8處設施，表面睇係霸氣十足，其實呢係一份不得不加交嘅答卷。呢個唔單止係打俾美國睇嘅，更係打俾自己人睇嘅。內部嘅強硬派情緒需要安撫，中東嗰班跟住大佬運嘅都係度眼金金等睇大頭大佬嘅態度。如果呢個時候認低位，以後呢隊兵根本冇得帶。但係佢哋嘅高層極之清醒，佢哋知道如果真係全面開打，代價係絕對承受唔起嘅，所以佢哋必須好似行鋼線咁精準咁控制住反擊嘅力度，砸爛你嘅基建設施，但係堅決避免造成無法挽回嘅局勢，堅決唔俾對方大軍全面落場嘅口實。將呢2層洋蔥剝開，我哋就能夠睇清當前中東地緣暗線嘅真實邏輯。雙方依家就好似2架喺懸崖邊上迎面狂飆嘅車，都喺度賭對方會喺最後關頭踩停個迫力。佢哋看似喺危險邊緣瘋狂試探，核心目的根本唔係為咗同歸於盡，而係要喺新嘅中東結局入面，用手頭上嘅軍事籌碼逼對方喺勢力劃分上妥協。呢個就係大國博弈最真實嘅底色。表面上用最狠嘅姿態互相放話，私底下卻係打緊一場極度克制嘅仗。邊個若果真係將呢啲狠話當做馬上要爆發嘅世界大戰，
咁先至係睇唔明呢場複雜嘅權力遊戲。睇頭咗，靜下地喺度算計啲咩？我哋再將格局打開，睇下呢輪衝突背後更深嘅局。俗語有云：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大家千萬唔好淨係望住天上飛嚟飛去嘅飛彈同被炸毀嘅雷帝。可能有人會問，呢啲關我哋咩事？大家仔細諗下，微爾摩擦升級最先有反應嘅係邊度？係大宗商品市場。中東係全球能源嘅心臟。霍爾木茲海峽只要稍微震一震，全球嘅油價即刻就要跟住劇烈震盪，原油供應鏈一出現恐慌預期，所有嘅生產成本同物流成本都會跟住向上漲。同大家翻譯做大白話，呢單嘢表面上係兩國喺軍事上硬碰硬，實際上係一場嘅坐地緣，焦慮喺全球範圍內進行嘅隱蔽金融修改。中東局勢越亂，全球各地嘅資本就越恐慌。呢啲恐慌嘅資本為咗避險可以走去邊？最後還唔係乖乖地被趕返去嗰啲核心資產嘅池入面，製造地緣危機將其他地方搞亂，逼資本流動。呢日招人街啊，早就玩到爐火純青啦。我哋撕開打仗嘅呢層皮，睇下到底邊個喺度蝕錢，邊個喺度賺錢。全球普通人都在為可能飆升嘅能源價格同通脹買單，豆腐係不知，不過早就被稀釋咗。而嗰啲企喺食物鏈頂端嘅金融巨頭，一早就提前賣，伏好咗原油同避險資產嘅頭寸，藉住戰爭入街，喺市場嘅劇烈波動中賺到盤滿缽滿。呢度邊度係打緊仗？呢啲擺明就係利用戰爭嘅名義，堂而皇之咁進行一場全球財富嘅大轉移。軍事衝突只係掩人耳目嘅前戲，完成金融資產嘅精準收割，先至係呢一盤大棋真正嘅核心底牌。睇完呢層金融收割嘅算計，我哋再將視線拉返去呢一盤大棋嘅棋局上，睇下旁邊企喺度嘅其他玩家都喺度打緊咩算盤。可能有人會問，美伊鬧得咁兇，邊個最希望佢哋真係全面開打？大家仔細諗下，中東地區邊個對伊朗最忌憚？毫無疑問係以色列。如果可以藉住今次衝突將美國徹底綁上中東嘅戰車，這美軍只手除掉心腹大患，呢個絕對係佢哋夢寐以求最快嘅破局路徑。但係美國真係甘心俾人當槍使咩？呢個亦係雙方喺暗中瘋狂角力嘅一個點。我哋再嚟睇下嗰啲騎象觀望嘅阿拉伯土豪地、沙特呢啲海灣國家，依家嘅態度極之微妙。同大家翻譯做大白話，佢哋一方面心入面好樂意睇到伊朗比美國脆弱，最好係傷筋動骨，但係另一方面，佢哋又驚戰火一旦失去控制，直接燒到自己嘅油井同本土。所以兩頭買賬，明哲保身，呢個先至係中東土豪們喺呢種極端局勢下嘅生存哲學。其本想當然，仲少唔免嗰啲暗中算計嘅榮外大國。喺呢個骨子眼上，俄羅斯估計喺背後偷笑緊。中東嘅呢場亂局唔單止牢牢牽扯咗美國嘅戰略精力，因為恐慌預期帶嚟嘅高企油價，但係直接幫佢哋回咗一大啖血。而軟弱嘅歐洲而家絕對係震過貓王，佢哋既驚之前嘅能源危機再次重演，又驚一旦真係打爛晒，新一波嘅難民潮會再次席捲而嚟。喺呢張血淋淋嘅地緣棋盤之上，根本冇咩無辜啫，全部都係赤裸裸嘅利益、算計同極限博嘢。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各方都喺度瘋狂算計，咁呢場中東大戲最後嘅結局到底會點樣收貨？唔通真係會一直咁打落去咩？大家仔細諗下，呢兩個國家嘅高層邊個都唔係癲佬，邊個都唔想承受全面失控嘅毀滅性代價，所以唔好指望馬上就能夠睇到嗰場毀天滅地嘅全面戰爭。未來局勢嘅大概率走向一定係螺旋式升級，但係總體絕對可控。雙方肯定仲會繼續打打停停。今日你出動戰機搞一次外科手術式嘅精準打擊，聽日我發射機枚飛彈炸你幾個邊緣據點，呢啲就叫做用局部嘅流血代替全面嘅攤牌。最終喺呢個漫長又痛苦嘅試探過程入面，各方透過利益交換締成一個全新但又極之脆弱嘅地緣平衡。行到呢一步，我哋係時候撕開所有國際條約同人道主義嘅偽裝啦。大家仔細睇下呢個世界最真實嘅底層邏輯，其實幾千年嚟根本就冇改變過。同大家翻譯做大白話，喺呢張國際博弈嘅殘酷賭台上，從來都唔相信眼淚，真理永遠只喺大炮嘅射程之內，尊嚴只可以建立喺冰冷嘅劍鋒之上。
當你手頭上冇翻台嘅硬實力嗰陣，你連坐喺牌台上做籌碼嘅資格都冇，只會淪為大國交易嘅戰利品同犧牲品。中東呢片富得流油嘅土地，一直都喺度用最極端嘅方式依住弱肉強食嘅叢林法則。今日呢場飛彈同戰機嘅對決，只不過係叢林法則喺當下嘅最新翻版。只有抌低嗰啲不切實際嘅幻想，睇明呢啲血淋淋嘅現實，你先至可以真正睇穿新聞入面嗰啲真假難辨嘅政客狂言，先至可以喺驚濤駭浪中睇透呢個世界運行嘅殘酷真相。魔幻嘅現實仲喺度繼續，但真相永遠經得起推敲。多謝大家嘅撳讚同訂閱，我哋下期繼續保持清醒，用心度視覺體世界，再見。